3对3篮球赛未来可能纳入奥运的比赛项目。113年台南市二场杯篮球3对3的斗牛赛，10月27将伫台南市立体育场篮球场来登场。议员李宗仁特别邀请台南市小卡运关怀协会共同举办社青组甲国中男女子组，对今日起开放报名。其实3对3的规则跟过往5对5打全场的游戏这个篮球赛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哈。那台湾其实比较流行的是最流行的是3对3街头的这种斗牛，然后我们希望说透过议长杯这样子的比赛，然后让我们的年轻学子可以一起增进友谊，那磨练技术之外呢，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子抛砖引玉去举办比赛的过程里面，可以找出下一次的奥运选手就在我们台南市里面。另外，为鼓励青少年走出户外参加比赛，主办单位嘛透过社会局邀请绿色族群来报名，入奖者协会还加码奖金1000块。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所有的台南市民以及年轻的学子。包含我们协会的最佳宗旨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家庭，也希望可以透过社会局引荐这一次如果说能够透过社会局去报名这一次的议长杯的篮球比赛的一个弱势家庭，如果得奖的话，那我们协会会再加码奖金1000元来提供给这些得奖的选手们。特别这道来邀请阮的弱势家庭，就是阮的这个社会局有到关心下这的小朋友、这的囡仔，理事长嘛有承诺，讲准做这的囡仔有拍率名数，每一队拢会当去加码1000块，然后所以伫这特别感谢。报名对今日起到夜末为止，民众会用透过区国的表单，或者是电话06-262-3510来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